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7日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到22节安尼讲：毋通拍花圣神的火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话，事事着查验，好的着持守，一切的邪恶着弃散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拍花圣神的火，着事事查验，好的着持守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是真光、真理甲生命的源头。你的性格无人通比，你的慈爱直到万代。主啊，阮要拍拜伫你的面前，尊崇你的至权至大。感谢你用无比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阮常常因为无闲、惊吓，也是自我的意念，来忽略你圣神的感动。求你赦免阮，有时消灭圣神的火，或是甲看轻你借着先知所讲的话。主啊，求你搁一遍帮助阮，互阮无拍花圣神的火，藐视先知的话，凡事着查验，好的着持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